最近那群光头怎么没动静了？安分的不自然。请问你们村里有人卖炼丹草药吗？有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家也有。啊，大家怎么突然就回去了？的确是他，白洁。现在收复了原本会袭击村子的光头帮，没法英雄救美刷的好感度了。大果果，山神葵，这时候已经缔约了呀。准备好了吗？这女人的血脉很特殊，天生拥有非常优秀的使命心。等等，笨蛋老虎！我个头啊！还好躲闪的及时啊，差点被爆菊花了。不过正好是我出场的时候了。明明上次不是这样的呀。真是胡闹！任你资质再高，若不懂控制，也只是白白浪费灵力。别浪费自己的天赋啊！少女，用我超帅的颜值搞定你，沦陷吧，女人！啊，你好可爱啊！